你好，我梁生来辦結婚登記。前幾日我哋要先打電話過來預約，恭喜你哦！兩位應該都滿20歲咧，兩位窮下來登記啊，正經係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哦！哦，希望也祝福你哋步步高升，百福千香哦！希望結婚書約攞身份證，戶口名簿要準備麼？第兩位，你係準備咗愛，你專業欄嘅簽名。我讓你哋確認，你通拍係記得本人親身簽嘅錯麼？係啦。還有你兩位嘅相片，讓我看一下。你相片重新特色了哦，我專業證件照改種哦。我大尺寸4.5公分，彎界3.5公分。除了你講做唔得咧，你還唔相信？哼！該用個衫咯。唔是說，該片就有一台快照機器，你去翕一下動腳就好，但係要注意單背嘅說明哦。額頭到下眼，你照靚使用說明做就錯咧。我聽你翕，樣怕要翕唔錯咧。相片翕好嗎？好咧，讓你看一下。安樣做得？兩位有兩三個資料，還有兩位證人簽名。結婚嘅日子係金半日，請兩位到兩片簽名，電話咪愛寫落去。戶口名簿、個份身份證2種，還有結婚證書1種，總共規費係230元。請等一下。是夢怡。